首先，欢迎大家到总统府来。大家好。上个礼拜因为白鹿台风所以很多的农民忙着抢救蔬果，也都加强了防范。不论是像这样的台风季节，或者是干旱的时候各位农田水利的伙伴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也守护了我们的农业。那么这次台风来袭，各位一定也是紧绷的神经，帮助农民减少灾损。大家讲，大家辛苦大家辛苦。那我们在座的模范水利小组的组长，是从全国3490位水利小组的组长评比中脱颖而出，非常的不容易，也是很高的荣誉。所以今天除了要恭喜大家得奖，也要谢谢大家的贡献。那么因为大家的协助呢，我们的扩大灌溉服务的政策也有丰富的成果。那这2年已经有4400公顷的灌区外的农地纳入水利会的灌区，我们也补助了7500户的农民来设置水管路灌溉而且改善了灌溉区外的菌污，长达60多公里，受益的农地超过4500公顷。那么我看到大家优良的事迹，真的都很佩服。在座的各位几十年来投入水利的工作，都是我们有经验丰富的好帮手。我再一次的恭喜大家，也希望各位持续反映农民的心声，提供政府宝贵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守护台湾的农业，促进更好的发展。谢谢，多谢大家赶紧来共同服务，多谢。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马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那么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你觉得他现在减肥有值？这一题你自己回答。报告总统，我已经减4公斤。总统他帅，瘦的时候比较帅。这样看也很好看。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县市要减肥？刚才佑昌上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他不要跟任何其他人比较。我想身材不是重点了，会做事才是重点，不是吗？那只要健康就好。那我问一下，那个敏感的事情的判决的这个书，那你怎么看？说这些区的长官来自于说冲击到这个军工教学校的这个学习，那你怎么看？说这个韩国也提到说，那这个军工你们是运用的大法官来这个进行一场推广国家的根基的情况。这个年金改革确实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历经了好几任的政府有好几位总统都提到说年金改革都迫在眉睫，甚至有悬崖勒马的这个说法所以历经了这么久在我们执政的开始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年金改革的种种的准备工作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一些讨论跟争论那但是在我们整体社会的支持跟谅解之下那我们可以完成了这一项对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么改革之后呢我们的国家的财政可以稳定，那我们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不用担心我们年金的基金会破产，那也能够过一个比较稳定的退休生活那么这项的改革当然对有一些军公教的同仁来讲他们退休金有被减少，对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但是也有一些歉意
但是为了我们国家整体的利益跟国家的未来那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项改革工程那么至于刚才说什么御用大法官，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那么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